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到达开战是已经要1个月啊，是还无停歇。即马土耳其决定调回驻以色列的大使，不过各国是拢伫呼吁停战的时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是讲，哈马斯恐惊会个发动攻击，所以伊甲大家是持无共款的意见。然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真坚持，伊讲伫哈马斯甲所有的人质放出来进前，战火是未动点。 以色列士兵手揢枪击一直开枪，远的所在阁建筑受到轰炸。巴勒斯坦讲，以色列测试暗时轰炸加沙的马加奇难民营，造成超过50个人死亡，大部分的死者拢是妇女甲囡仔。以下战争爆发到要满月，在部分国家真侪届呼吁停战无结果之下，土耳其测试表示，在以色列继续制造人道悲剧，佮拒绝人道救援的停火呼吁之下，决定调回驻以色列的大使。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伫不回去家己国家的回临机面顶向媒体发表言论，表示若是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结束，加沙必须要加做一个独立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一直以来，美国拢小挺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测试到约旦首都安曼，甲中东各国代表会面，在各国呼吁以色列马上停火的时阵，布林肯却是反对。It's our view that a ceasefire now would simply leave Hamas in place, able to regroup and repeat what it did on October 7th. 不过布林肯嘛表示，以色列有必要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包括人道主义停火、防止加沙平民死伤，甲户外执政事撤离。不过暂时以色列也未答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坚持，伫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进前，被暂时停火。为此，真侪以色列民众组织伫总理官邸外口抗议，甚至家属对政府无甲出来人救回来，甲失败国安表达失望，要求政府用尽所有代价，甲人质救回来。另外，根据以色列第13频道的民调显示，有76%以色列人认为纳坦雅胡应该即时落台，嘛，让纳坦雅胡出现执政危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